台湾的医护人员长期有过劳、人力无够的问题，今仔日有医疗工会团体去行政院陈情，呼吁卫福部在进行医疗评鉴改革时，应该要重视这人力配置的问题，尤其是医检师和呼吸治疗师已经10档唔捌调整啊。人力标准未改善，评鉴改革原作秀。由医护人员组成的工会团体伫行政院头前抗议，呼吁卫福部伫进行医疗评鉴改革的时，应该重视人力配置的问题，因为医疗现场已经出现严重的过劳，尤其是医检师和呼吸治疗师的人力配置已经10档唔捌调整。有医检师指出，目前病医评鉴的条文中，医检师的人力配置是以病床数来算，不过除了病床以外，还有门诊急诊的病人，这拢需要加入计算才对。实际上，住院病房的检体只占约2成，另外8成来自于门诊、急诊与健康检查。也就是说，医检师真正面对的工作量，早就不是病床数所能反映的。另外，也呼吸治疗师来到现场，伊指出，呼吸治疗师的工作内容，拢是接触重症病人，提供病人插管、背管的照顾。不过，目前敢若加护病房有呼吸治疗师，一般的病房和急诊拢无。目前的标准规范里面，只有规范呼吸治疗师需要在加护病房和我们的呼吸照护病房出现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我们的急诊、一般病房都会需要我们的帮忙。那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到现在的人力标准配置还是这么古董。针对以上的问题，医疗工会也提出2项诉求：第一是医检师的人力配置应该对病床数改做50张的门诊检验单，要增加1位医师检验人员；第二是呼吸治疗的人力配置应该要增加急诊和一般病房，拢要有专职的能力。因希望卫福部会当重视基层的心声，及时做出改善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